大家好，Steve Chow S 級金融今日跟大家講嘅係咧地緣政治啊，越係緊張咧，金價咧越係跌喎。咁啊，今次咧黃金打破咗所有人嘅認知咧，背後嘅真相咧，比你想象之中咧係更重要嘅。咁過去我哋咪話政局唔好啊，有戰爭啊，黃金一定會升嘅咩？今日係5月11號啊，好多黃金嘅投資者咧都懵晒啦。中東個局勢持續緊張，美伊嗰個嘅衝突咧升級。按照以往嘅經驗啊，呢種嘅時候咧，黃金應該大漲至啱噶嘛。但係今日嘅行情咧就剛剛係相反嘅，國際個金價咧不漲反而跌嘅，短線快速咁樣回落，走出嚟一波咧局勢越緊張咧，金價咧就越弱嘅反常嘅行情啊！呢個到底係咩一回事咧？咁啊，後市又會係點樣咧？咁同大家咧就分享一下。點解黃金今次咧係反常咁下跌咧？答案咧只係一個嘅啫，因為市場個交易嗰個邏輯咧已經徹底咁樣轉換咗啦。咁我哋經常都講話8年即未有啲大變局，所以裏邊咧有好多嘅規則舊嘅做法都會咧係改變嘅。所以咧就點解今年我會推出呢個嘅 Steve Chow S 級金融咧，同大家咧分享一下都係關於金融投資方面啦。咁黃金大跌咧個導火線，黃金大跌個導火線咧就係咧特朗普明確拒絕咗伊朗和談嘅回應嘅，否定咗咧短期之內咧咁嘅美伊外交嘅和解嘅可能性啦。咁市場立即咧做出咗反應啦。中東嘅局勢咧係短期咧係難以緩和嘅。霍爾木茲海峽咧個風險咧就持續咧係升溫嘅。全球嗰個原油嗰個供應咧亦都會咧跟住咧係收緊。國際嘅油價咧大幅咁樣係飆升嘅。通脹嘅擔憂咧就快速咧就上升啦。喺呢個時間咧，市場唔再走咧，就話地緣政治緊張避險買黃金呢個傳統嘅邏輯而係咧走出咧一個咧新嘅鏈條啦。佢係點咧？就話中東緊張，跟住咧會導致到咧係油價上升噶啦。油價上升咧，咁咧就通脹嘅壓力咧就會反彈啦。因而咧，美聯儲降息嘅難度咧就難上加難啦。利率嘅預期咧，亦都會走高啦。持有無息嘅黃金嘅成本咧就會上升啦。於是乎咧，黃金嘅嗰個承接咧就會下跌啦。一句話嚟講清楚咧，就話當前黃金最怕嘅咧，其實咧就唔係咧地緣政治咧嗰個衝突嘅本身，而反過嚟咧就係咧衝突帶嚟嘅高油價。因而咧係高通脹、高利率嗰個嘅預期今次黃金嘅下跌咧，唔係風險咧係消失而係咧風險嘅路徑咧係改變咗嘅。第二咧就係打破咗一個咧重要嘅誤區啦，就係過去有好多投資者咧長期咧有一個嘅傳統嘅認知，就話地緣政治緊張黃金咧就必定咧會漲噶。而今個星期嘅行情咧，好明確咁話俾我哋聽咧，呢個認知響當前呢個市場嘅環境咧，已經係失效啦。當風險會推高嗰個通脹咧，同埋利率嘅時候咧，避險嘅邏輯咧就會俾利率咧係壓倒啦。黃金咧反而咧就走弱噶啦。認清呢點咧，係避免響錯誤嘅時機咧盲目去高追。俾咧行情咧套住嘅關鍵時刻啦。第三咧就係後市又點睇咧？係咪如果咁佢唔話好似睇得黃金嗰個嘅未來咧就好差啦？其實咧又唔係喎。我哋咧係只係睇住兩個嘅變數，後續嘅金價嘅方向咧只需要咧係跟蹤咧兩個嘅核心嘅變數呢個
呢個信號好清晰咧，係亦都咧係好容易咧係判斷嘅。咁啊，變數一咧就係咧油價係咪持續咧會高企啦？咁油價如果係繼續大漲咧，通脹啊同埋利率咧會繼續咧進一步係走強嘅。黃金喺短線啊，講明先係喺短線仍然咧係會受壓嘅。咁變量二咧就係咧係呢個美伊局勢嘅係咪咧出現咗緩和嘅信號咧？咁啊緩和啊，咁油價咧就會回落噶啦。咁通脹同利率咧又會咧係舒緩咗啦。咁黃金咧就會咧重新係走強喎。咁大家睇到咧呢啲咁嘅觀念咧，同以前買黃金嗰種嘅概念咧，完全係唔一樣㗎。咁啊，核心嘅口訣咧就係咧，油價強咧就金價弱，局勢緩和咧就金價升啊。咁第四咧就短線個目標啊，咁啊下跌咧只係有機會㗎。咁如果美伊停火談判咧，最終係傾唔成，將會成為咧黃金短線咧係再下跌一個嘅關鍵信號啊！咁啊喺當前呢個市場嘅邏輯之下咧，只要咧係油價繼續高企咧，美伊未能和解咧，黃金就好難咧係走出咧呢個強勢嘅上漲嘅行情嘅。咁短線裏邊，咁呢個咧係對於一啲炒賣嘅黃金嘅投資客咧嚟俾一啲嘅參考嘅。咁我講明咧呢個參考嘅啫。咁啊就係樂觀咁預測咧，黃金咧可能咧會回落翻去咧4600啊4500之間咧。點解咧？因為大戶喺度咧會繼續咧喺呢啲位咧會做一個震盪重組。重新咧至會推上去啦，黃金嘅上升啊！咁啊，如果係悲觀啲嚟睇咧，黃金進一步咧下落咧，就亦都會去翻呢啲4600啊、4500美元嘅關鍵嗰個支撐點嘅。咁而短期黃金下跌落嚟咧，亦都係咧啲長期嘅投資者嘅最佳上車嘅機會啊！咁啊，但係總之一樣嘢咧，就話如果買賣黃金就我唔主張咧係你去做炒賣啊，因為咧風險係好高嘅。但係如果你長期投資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冇問題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短期炒賣咧，就喺呢度咧就要小心咧，唔好話盲目高追啦。咁啊，你可以耐心等待咧，當佢下跌嘅回調嘅時候咧，你至去咧操作。第五咧，喺中長期嘅方向咧，黃金嘅牛市咧嘅格局係冇變到嘅。其實每一次回調咧都係咧你佈局嗰個良機啊。雖然咧短期裏邊咧黃金回調更有壓力，但係黃金喺長期牛市嘅格局咧係不變嘅。多重利好係亦都支持住金價走高嘅。咁美元咧，第一咧係睇住呢個美元嘅周期走弱咧，美元咧美元嘅周線級別已經係成為咧係第一咧係美元嘅周期走弱啊，美元咧係已經形成咗嗰個下跌嗰個結構噶啦，後續咧延續咁樣去下跌咧個趨勢咧個機會咧就好高嘅，而對黃金咧形成咗一個長期嘅支持啊。第二咧係基本面咧強力嘅支撐。咁美國政府債務嘅規模嘅龐大啦，財政嘅壓力咧係持續咧係加劇嘅。咁市場對美聯儲被迫降息嘅預期咧不斷係咁升溫嘅。咁其實咧美國降息嘅咧都係必然嘅事，就係問題就話幾時會發生咁解嘅啫。咁第三咧就係上漲嘅空間啊好清晰。本輪嗰個黃金上升嘅週期咧，保守咧目標咧就可以咧響如果係每盎司5000美金咧，呢個咧肯定咧好保守噶啦。咁具黃金上漲嘅空間好清晰嘅。咁呢一輪嘅黃金上升嘅週期啊，咁保守嘅目標可以響5000美元啦1盎司啦。咁呢個非常之保守噶啦。咁具備咧係充足嘅盈利嘅空間嘅。
咁第六咧就係響實戰投資嘅策略啦。咁短期嘅策略咧，以呢個油價同埋美伊消息咧為咧一個指標，唔好盲目咁去抄底啦，亦都唔逆勢咧係擺好重嘅倉，等待咧回調嘅信息咧確認之後咧至嚟佈局啦。咁但係喺中期嗰個策略咧，等待咧係緩和嘅信號咧確認，再加埋咧油價嗰個回落咧係分佈咧係黃金嘅多頭咧係低位咧鎖定咧廉價嘅籌碼。咁啊冇槓桿投資者咧，咁以上講嘅咧都係俾啲短線投機投資嘅黃金嘅客戶嘅。咁如果你話我買實物，咁以上講嘅咧都係俾一啲係短線投機嘅客戶嘅。如果你話我攞住實物嘅，或者係做投資嘅時候咧係冇槓桿嘅，咁短期波動咧就基本上咧你可以咧唔使理噶啦，堅定咁樣可以咧享受咧中長期你黃金上漲嗰個紅利嘅。咁黃金股咧嗰個超額嘅收益嘅機會，亦都係一個機會嚟嘅。咁因為黃金回調之後咧，黃金股同樣咧響度咧係跌咗落，係咧買黃金股係絕佳嘅上車嘅標的嘅。咁黃金股咧具備咗咧係經營槓桿嘅優勢嘅。咁行情啟動啦之後咧，漲幅咧至少咧係黃金嘅漲幅嘅3倍，因為佢有槓桿嘅原因啊嘛，所以佢要去3倍。咁但係通常咧我都唔會建議咧我嘅觀眾咧用槓桿去做，因為今年嘅行情咧係波幅係好大嘅，咁無謂做呢啲咁有風險嘅嘢啦。係買黃金股嘅時候咧，就係咧你可能咧嗰個嘅係黃金嘅漲幅嘅3倍，亦都把握住呢一輪嘅牛市嘅行情咧，把握黃金下一輪咧個上升嘅窗口啦。回調咧唔係風險啊，其實可以講咧係送上門俾大家咧嚟做一個佈局嘅機會嘅。咁低位咧佈局黃金同埋黃金股咧，咁有望咧握住咧呢一輪呢個嘅黃金牛市咧，咁相信大家都可以咧係會得到可觀嘅收益嘅。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到啦，如果大家有咩提問咧，歡迎大家喺 Steve Chow S Cup 金融之下咧留言啦。咁喺呢度咧請大家支持咧訂閱 Steve Chow S Cup 金融嘅頻道咧，大家嘅留言、點讚、點廣告啦、分享咧，會使到咧 Steve Chow S Cup 金融咧能夠廣大咁傳播。最重要咧係咧可以分享到俾其他嘅朋友知道有 Steve Chow S Cup 金融呢個嘅頻道。今日節目到此為止啦，多謝大家，拜拜。